今次呢度健康菜式啊，睇落咧好似係中式菜喎，唔係喎。其實大家睇清楚，中間嗰啲係白雲豆，去網上可以買嘅。咁側邊嗰啲西蘭花，其實墊底嗰啲係健康番茄汁。咁白雲豆係咩嚟嘅？好多人都未聽過。咁而家其實就介紹下俾大家睇下，即係白豆營養豐富。豐富嘅膳食纖維咧，促進魚道、腸道，即係腸道健康，預防便秘，增加飽滿足感，有助體重管理。優質植物蛋白含量高，係肉類以外最好嘅蛋白質來源，仲有助肌肉嘅修復，對控制血糖有益，餵飽腸道嘅好菌嚟嘅，同時有益生元素，同時升糖指數低，對控制血糖咧係好有益嘅。咁礦物質有鉀，去水腫，降血壓、鎂、護心臟、鐵、補血，同鈣嘅含量都唔錯。咁西蘭花同番茄咧就唔需要多介紹啦，大家可以上網搜一搜。咁佢嘅做法係好簡單嘅，將嗰啲白豆只有蒸熟佢，啲白豆咧就唔可以生食嘅，去配番茄汁啦。咁佢澱粉質裏邊豐富啊，你食10零粒啦，咁啊其實可以飽肚啊。但係配咗番茄汁之後咧，佢有嗰個味道咧就易入口。佢本身咧好似食啲粉落去嘅，咬落去就脆脆地個外皮，咁裏邊咧就澱粉質好高啊。咁嗰啲西蘭花咧，咁有鐵質，係人都知道噶啦。咁試下唔煮出嚟，大家可唔可以做到呢道菜？咁啲番茄汁咧喺我個視頻咧都有教學過噶，全部係新鮮番茄，天然冇添加劑，冇落糖而家成嘅。但係咧，我用咗好多種番茄啊，有乾番茄啊、新疆啊、美國噶啦。咁但係如果香港嘅朋友或者內地嘅朋友咧，簡單少少，你用兩種番茄，其實兩種番茄得噶啦。咁你乾番茄喺邊度買啊？咁其實上網亦都買到嘅。你買意大利乾茄又得，買新疆嘅乾茄又得嘅。咁可以撳我個頻道，健康頻道，小到60年，歡迎嘅朋友多啲訂閱。亦都係呢一道菜式咧，亦都係一道好美味同埋好健康嘅食品嚟嘅。